想換手機殼又想慳錢？龍城配件城有過萬款手機殼、手機繩、掛飾等等，款式多到爆啊！有動漫、潮牌、簡約、閃閃發光、油畫、公仔同花款任你揀，最平2蚊咋，我都忍唔住買返個，真係眼都大埋，平過淘寶同拼多多。質量有保證，唔係街邊貨嚟㗎，材料有硬膠、直膠、金屬，摸落手仲超正，批發點買都得。買得多平得多，啱晒想開副業或者送禮嘅你，唔好再俾貴機殼呃錢啊！深圳龍城配件城幫到你慳到盡，快啲 plan 定下次深圳旅行，或者揾代購幫你買返嚟啦！實行手機殼自由啦，唔使煩咯！即刻留言教你點樣揀最抵款嘅，踢埋俾朋友一齊慳錢買靚機殼啦！記住，平價唔代表妥協，用心揀選都可以揾到又平又時尚嘅啱用嘅用品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